你嘅言語在我上膛，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無論你係咩年紀、咩性別、咩背景，都可以透過聖經嘅話語生命更新。繼一年讀新約靈修之後，邀請你一齊立志，同35位牧者用3年時間，每日用聖經嘅舊約靈修讀經，讓生命往下扎根，向上結果，一齊實踐舊約嘅教導，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。歡迎大家收睇《靈程日記》。今日嚟到箴言嘅第27章，喺呢一章裏面頭頭尾尾都提醒我哋唔好自誇。的確，一個人對未來都唔知道，人有啲乜嘢自誇呢？讓我哋能夠謙卑我哋嘅心，喺靈修之前，我哋一齊低頭同心禱告上主。天父上帝，我哋真係知道人生係充滿虛幻。有好多嘢我哋都捉唔緊，無論係自己嘅能力、自己嘅未來，有好多嘢，既然我哋都唔能夠捉緊，我哋又有啲乜嘢可以誇呢？求主保守我哋，保有謙卑嘅心，讓我哋能夠緊緊嘅跟隨上主你嘅帶領，好叫我哋喺生命裏面得着由你而嚟嘅智慧。我哋祈禱係奉主名求，阿門。箴言第27章，不要為明天自誇，因為你不知道每天會發生何事。要讓陌生人誇獎你，不可用口自誇；讓外邦人稱讚你，不可用嘴唇稱讚自己。石頭沉，沙土重，愚妄人的惱怒比這兩樣更沉重。憤怒為殘忍，怒氣像狂瀾，唯有嫉妒，誰能擋得住呢？當面的責備勝過隱藏的愛情。朋友家的傷痕出於忠誠，敵人的親吻卻是多餘。人吃飽了，厭惡蜂房的蜜；人飢餓了，一切苦蜜都覺甘甜。人離故鄉漂泊，就像雀鳥離窩，四處飛翔。膏油與香料使人心喜悅，朋友誠心的勸勉也是如此甘美。你的朋友和父親的朋友，你都不可離棄。你遭難時，不要上兄弟的家去。相近的鄰舍強如遠方的兄弟。我兒啊，你要做智慧人，好叫我的心歡喜，使我可以回答那辱罵我的人。通達人見禍就藏躲，愚蒙人卻前往受害。誰為陌生人擔保，就拿誰的衣服；誰為外邦女子作保，誰就要承當。清晨起來，大聲給朋友祝福的，就算是詛咒他。下雨天連連的漏，好爭吵的婦人就像這樣。攔阻他的，就是攔阻風，又像用右手抓油。以鐵磨鐵，
越磨越利，朋友當面琢磨，也是如此。看守無花果樹的，必吃樹上的果子；敬奉主人的，必得尊榮。水中照臉，彼此相符；人心相應，也是如此。陰間和冥府永不滿足，人的眼目也是如此。鼎為煉銀，爐為煉金，口中的稱讚也是煉人。用柱把愚妄人與穀粒一同倒在臼中，他的愚昧還是離不了他。你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境況，留心照顧你的牛群，因為財富不能永留，冠冕豈能傳到萬代？青草除去，嫩草長出，山上的菜蔬也被採收。綿羊可以做衣服，公山羊可作田地的價值，並有母山羊奶夠你吃，夠你養家和女僕的生活。今日箴言27章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下幾段經文。第一段經文想同大家分享嘅係1至2節，嗰度講到話，不要為明天自誇，因為你不知道每天會發生何事。要讓陌生人誇獎你，不可用口自誇；讓外邦人稱讚你，不可用嘴唇稱讚自己。呢度好簡單，同我哋講到，人好多時候都好驕傲，好想人哋讚，人哋未讚你嘅時候，好想自己讚咗自己，俾人哋去肯定你。但係經文話俾我哋聽，自誇反而唔係一件好事。當你自誇嘅時候，反而係會讓人睇到你一個愚昧嘅人。要誇嘅就係人哋誇獎你。另外喺第6節嗰度講到，朋友間嘅傷痕出於忠誠，敵人嘅親吻卻是多餘。呢度講到話，好似中國人所講，愛之深，責之切。另一句就可能係話，糖衣嘅毒藥咧，要嚟都冇用。我哋知道咧，人越成長嘅時候咧，未必好多人願意講真心嘅説話，所以朋友嘅傷痕係出於忠誠。話俾我哋聽咧，愛之深，責之切，要好好去聆聽朋友嘅勸導，但係反而惡人嘅讚美不聽也罷。仲想同大家講下第12節，通達人見禍就躲藏，愚蒙人卻前往受害。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咩叫通達嘅人，因為通達嘅人睇事物係睇全局嘅，佢見到個困難，見到個問題，佢識得會避重就輕。但係反而一個愚昧嘅人咧，根本佢唔知道禍在眼前，大禍臨頭，佢一味衝埋去。所以咧，上帝提醒我哋睇事情要睇全局，明白乜嘢係利害得失。我細個嘅時候睇過一套意大利嘅電影，叫做《星光伴我心》。呢套戲曾經係嗰陣時嘅最佳電影。呢套最佳電影係講一個小朋友喺一個村莊嗰度長大，佢係好醉心電影。佢嘅師傅係一個電影嘅播映員。當呢個師傅年紀大咗睇唔到嘢嘅時候，而呢個細路仔要離開佢嘅村莊，出到省，出到意大利羅馬嗰度去拍電影嘅時候，佢嘅師傅同佢講：我以後唔再要聽到你自己講自己有啲乜嘢嘢，我要聽人哋講你。你唔好再用把口去俾人知道你做啲乜嘢，而你真係切切實實嘅用行動去講出你自己嘅成就。細個睇呢一套電影嘅時候，我覺得好感動，同今日嘅箴言都有一個好大嘅反省。的而且確，我哋好多時候用自己把口不斷去吹噓，不斷去講自己有啲乜嘢好嘅時候，呢個正正就係聖經裏面所講到嘅自誇。真正嘅好唔係用你自己把口去講出嚟，係要用人哋去聽到
你點樣做得好，並且你要用你嘅行動去講出你嘅作為出嚟。呢個正正係聖經不斷提醒我哋，自誇嘅人、驕傲嘅人唔係上帝悅納嘅。上帝悅納我哋默默耕耘，默默用我哋嘅行動去講出上帝嘅見證。咁我哋除咗唔好成日用我哋把口之外，咁我哋要多啲用乜嘢呢？呢兩對嘅耳朵。我哋都講到希西家王所輯錄嘅所羅門嘅箴言嘅續篇，當中裏面有好多管理同埋有好多帝王學嘅東西喺當中，所以令我好容易會聯想到唐朝貞觀政要唐太宗裏面嘅帝王學。唐太宗嗰陣時點解可以有一個咁好嘅治世？正正就係因為佢懂得兼聽，呢種兼聽嘅智慧唔單止係管理人，亦都係管理自己。我哋要做上帝好嘅門徒，我哋唔好成日用自己把嘴去讚美自己，但係更多嘅去願意去聽一啲唔係讚美嘅説話。我哋好多人都唔中意聽一啲唔好聽嘅説話，但我話俾大家聽，人年紀一路大嘅時候，有好多人因為禮貌，有好多人因為尊重，你越難去聽到有啲人忠言嘅逆耳嘅聲音，你要留心去聽。兼聽嘅知識、兼聽嘅智慧，正正係讓我哋能夠一路嘅成長，讓我哋收埋把口，多啲用我哋嘅耳朵，我哋嘅生命能夠更有智慧，更加能夠跟隨上帝嘅腳步。今集背誦嘅金句係：要讓陌生人誇獎你，不可用口自誇；讓外邦人稱讚你，不可用嘴唇稱讚自己。箴言27章2節。